呆呆囡仔鼓。透早日头出来啊，日头公啊对阿光讲：熬早有足侪囡仔伫游乐园遐呢。嗨，我是阿光，阮家有6个人，甲大家问：食饱未？咸的有蚵仔煎、臭豆腐、咸酥鸡，要食啥物呢？红色的有柑仔蜜、红果，柑仔色的有金瓜。有够香的是阿母煮饭的香味。